有啲古代太空人理論者認為人類嘅起源並非浪漫嘅愛情故事，佢哋認為人類其實係基因操作嘅產物。最古老嘅人類起源故事就係蘇美天神用瓶罐同埋黏土做出人類，但係以古代太空人理論嘅觀點嚟睇，所謂做人嘅神其實就係外星人。唔理外星人係咪同人類交配，定係用黏土做人，我哋仲係未知為咩原因。外星人根本就唔使自己工作㗎，因為呢，佢哋喺地球有千百順嘅工人啊嘛，將佢哋視為天神咁樣供奉。哦，原來係外星人需要人手。古代外星人嚟地球，只係為咗一個原因，就係挖掘黃金。佢哋唔只要人類挖礦，仲要人類畜牧同耕種。人類根本就係神嘅奴僕。或者我哋有線索可以證明外星人係幾時喺中國掘礦？線索就喺神秘嘅杜立巴族身上。杜立巴族據講咧係外星人種嚟，佢哋咧而家仲同我哋生活喺同一個地球度。故事嘅起源係喺1938年，有考古學家喺中國西藏邊界附近嘅山洞發現一片奇特嘅墓地，佢揾到頭骨出奇地大嘅骸骨，另外仲揾到幾塊奇異嘅石盤，盤上面嘅溝槽仲刻有微細文字。呢一個非比尋常嘅發現，俾人忽視咗20幾年，直到有人自稱翻譯出石盤上面嘅刻文。刻文描述咗喺12000年前外星人嘅飛船失事墜落地球，佢哋被困喺地球之後發展出文明，建造村落，然後墾地耕種，繼續繁衍，最後呢班外星人就成為咗中國人嘅祖先啊！同喺中國出土嘅骸骨相比，呢一個頭骨可能可以俾到更多線索我哋。我哋已透過檢驗頭骨嚟揾出佢嘅來歷。佢係70年前一個少女喺墨西哥嘅洞穴中發現。佢入咗去，見到一副仰臥喺地上面嘅骸骨，於是佢用手將周圍嘅泥土撥開，將整副骸骨喺墓穴裏面挖咗出嚟。於是佢見到呢個畸形嘅頭骨。時至今日，呢一個頭骨已經轉手過至少2次。而家佢嘅持有人係阿雷同埋梅蘭妮兩夫婦。當時我嘅一位同事嘅老公喺發現骸骨嘅嗰位女士嗰度見到呢個頭骨，因為我當時係產科護士，所以佢就請我睇呢個頭骨。起初佢只係俾我睇相，嗰張相只係影到頭骨嘅呢一個部分。我見到張相就喺度諗啦，到底呢個係咩嚟嘅呢？我真係諗唔到啊！佢哋想知道呢一個神秘頭骨嘅來歷，於是就請咗另類理論大師洛伊德進行調查。我知道可以揾到答案嘅人，肯定就係洛伊德。我首先第一樣注意到嘅就係星童同我哋人類最大嘅分別就係眼窩。因為我爸爸做咗視光師超過40年，我對眼窩都略有所知，所以好清楚佢哋嘅構造。於是我首先去內華達州嘅盧夫林參加一個非常重要嘅飛碟學會，所以我請佢哋兩夫婦俾我帶呢2個頭骨去會場，因為到時會有成500人出席。當中可能有人對呢方面有更深入嘅研究，可以幫我哋解開疑團。我想問佢哋嘅意見。呢個頭骨令所有人大為震驚。在場嘅所有人都一致認為呢個頭骨同小灰人嘅頭係極之相似。小灰人係好多人聲稱喺地球見過嘅外星人。我認為下一步最好就係揾科學家檢驗下呢個頭骨。洛伊德首先想確認嘅係呢一個頭骨嘅年代。佢帶頭骨去到邁阿密嘅實驗室做放射性碳定年鑑定，鑑定指出頭骨有900年歷史。
跟住科學家用顯微鏡檢查頭骨，驚訝發現呢一個頭入面有啲唔尋常嘅紅色渣子同粗大嘅纖維存在。佢哋發現咗兩個好反常嘅地方。呢個頭骨絕對係非比尋常。我哋同所有做過呢個檢驗嘅人都確認過呢點，真菌學家同各方面專家都冇見過呢個現象。洛伊德相信呢一個頭骨唔屬於純人類，佢認為呢一個頭骨嘅主人係屬於人類同外星人後代，被稱之為星童。呢個名其實唔係最適合嘅名。我試過同科學家討論，我話我手頭上有個好特殊嘅頭骨，佢哋就問呢個頭骨有冇一個名㗎？於是我就話係星童。我一講完，佢就收線。洛伊德只有一個辦法能夠確認呢一個星童係人類定係外星人，就係檢驗 DNA。佢決定賭上佢嘅專業名聲，唔理咩代價都好，都要揾出真相。一般人都好難接受外星人降臨創造人類，仲大力推動古代文明嘅重大成就。可能因為呢一個成就太偉大，正統科學可以為古代太空人理論佐證，定係打破呢一個理論呢？我哋會挖到地底深處尋找古代文明。如果真係有任何外星人曾經存在過嘅證據，我哋一定會發現嘅。外星人曾經殖民地球，同人類交配，並且分享佢哋知識嘅證據，睇落有一定嘅可信性。我哋所在嘅星球嘅高密度可以令我哋完全超越重力，繼而發展出反重力理論。我完全唔明。全球各地多處嘅遺跡都令我哋覺得驚奇，我哋會讚嘆古人竟然可以切割同埋搬運呢啲重達100幾噸嘅石塊。各種原始工具亦帶嚟驚人線索，佢哋顯示出古代科技超乎我哋想象。呢幾十年嚟陸續出土嘅文物當中，好多都令考古學家讚嘆。其中一個最難解釋嘅發現，仲可能會改寫歷史。我哋一般都認為燈泡係愛迪生發明，而家可能唔係啦，可能係外星人所發明。係一座埃及嘅神廟嘅深處，呢一片壁雕嘅神秘象徵手法吸引咗好多遊客。好多埃及學家都認為呢一啲壁雕描述咗天神嘅誕生，但係有人話呢一啲係古代燈泡嘅象形符號。呢一個燈泡仲有燈絲同埋電線。呢個絕對係重大嘅發現啊！確認到電力其實咧唔係現代文明嘅發明嚟嘅，而係早就已經存在，而且仲喺好多個世紀之前添。只不過呢啲知識逐漸被遺忘失落咗啫。實在好難想像，但係擁護者提出另外一個關鍵，就係古埃及人係點樣喺金字塔內漆黑一片嘅環境底下刻畫呢啲象形符號同埋圖案呢？擁護者排除咗用油燈或者係火把呢一個可能性，因為金字塔內並冇發現有煤煙嘅痕跡。古埃及人冇用油燈同埋火把，咁係用啲乜嘢照明呢？會唔會係使用電池呢？1930年代喺距離埃及冇幾遠嘅地方，考古學家發現一個令人驚奇嘅設備，證明咗2000年前當地嘅居民真係識做電池。今日佢被稱為巴格達電池。好多先進嘅設備，例如係電力啦，都係一啲比較少數人先至有嘅知識。係咁，古時嘅人點會識得製造電池嘅呢？我認為我哋發現嘅好多古代科技都係嚟自外星人，係佢哋授予嘅知識。事實就係呢啲科技係佢哋留低嘅，人類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呢啲設備開始損毀，好似我哋唔識修理自己部車咁，所以抌埋一邊啦。雖然古代太空人理論者認為巴格達電池係外星人推動人類文明嘅證據，但係德州古代科技學教授南西里德就有唔同嘅睇法。要製作出巴格達電池所需要嘅科技，其實係非常之簡單嘅。呢支係中空嘅銅棒，呢支係實心嘅鐵棒，再喺容器入邊裝滿醋，咁就已經完成啦。
呢3樣嘢加埋酸醋就可以引發電反應。只要喺呢度接上一個電壓錶，我哋就知道可以產生半伏特電力。半伏特嘅電力雖然唔算多，但係2000年前嘅人為咗咩原因製作出電池呢？唔通其實係嚟自外星人嘅科技，定係有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嘅答案？巴格特電池或者係類似嘅設備，係咪曾經為埃及嘅燈泡提供電力呢？呢一個問題嘅答案可能就喺瑞士。作家馮丹尼肯根據古代太空人理論喺呢一度打造出主題樂園，仲放置咗一個複製嘅古埃及燈泡作為展示。公關卡洛琳許內德認為古埃及燈泡係個絕佳嘅設計。呢個就係燈泡嘅樣啦。古埃及人一定係以某種方法喺金字塔裏邊照明嘅，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可能性。我都唔知係咪事實啊。如果真係佢哋發明燈泡嘅，咁都唔錯啊。馮丹尼肯嘅主題樂園嘅古埃及燈泡就係以複製嘅巴格達電池作為能源。不過電池比所謂嘅燈泡遲咗3000年先出現。究竟呢一片壁雕所刻畫嘅係咪燈泡呢？定係其實佢只係出自某個人嘅奇想呢？我哋返嚟就睇一睇神秘嘅秘魯納斯卡線。有人認為人類係冇可能獨立完成呢一個咁巨大嘅地雕，因為幾千年前嘅古人根本就冇飛機，又或者係飛碟去檢視作品，所以有人認為係由外星人完成，或者係佢哋協助人類完成。有一位專家認為根本係唔需要外星人協助。喬尼可隸屬於超自然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呢條邊呢應該就喺上邊噶。佢話納斯卡線冇可能係外星人嘅作品，原因好簡單。古代太空人要檢視作品，一定要乘坐飛碟喺上空盤旋，咁樣嘅呢就會捲起大量嘅塵土。製作納斯卡線嘅工人就要戴住面罩、蒙起眼、彎低腰咁工作。佢哋應該咧係用木棍同埋繩，好似我哋一樣畫出圖案。首先，佢準備好所需材料。當然，納斯卡線唔係用呢啲畫出嚟噶啦，我哋要用到佢，係因為呢度咧唔係沙漠。之後，佢就測量出地雕嘅圖形。呢一次，佢要複製嘅係納斯卡線最靚嘅圖案之一，150尺嘅蜘蛛圖騰。呢度應該有20尺長啊！嗰度到呢度係咪有20尺啊？啊？咁啊，再讀多次啦！呢個圖形計算起嚟咧好複雜啊，所以我哋都可能要花比較長嘅時間。喬尼可似乎遇到困難，開始有阻滯。好啦。之後咧就係可能如果有外星人幫手嘅話，真係會快好多。喬尼可要花好多功夫先可以解釋到納斯卡線嘅製作過程。幾十年嚟，呢一個一直都係古代太空人理論嘅基礎。畫條弧線嚟呢度啊！而家佢自稱可以解開納斯卡線之謎。好多人都會認為巨大嘅地雕同麥田圈好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佢哋咧以為呢啲工作好難先做得到。但係其實呢，要做出精緻嘅圖案咧，好容易嘅啫。你需要嘅只係一張紙、一個圓規同埋一把直尺，咁就可以製作出巨大嘅圖案噶啦。只要喺網格圖上揾到定點，再用標裝同埋繩喺地面標示出定點，製作出嚟就冇想象中咁困難。喬尼可已經係練習過點樣製作納斯卡線，佢複製過圖騰，仲有喺1982年製作嘅460尺銀鷹，就咁樣睇落去好似好完美，同真嘅納斯卡線冇咩分別。只要仔細觀察納斯卡線，就會發現圖案有啲出入。有啲早期嘅圖騰測量似乎就未完全準確，
經過幾次練習，古人由錯誤中吸取經驗，製作技巧更加純熟。但係如果呢一啲地雕真係由納斯卡人獨力完成嘅話，原因係乜嘢呢？古代太空人理論者認為係納斯卡人希望外星人返嚟，所以佢哋製作出納斯卡線吸引外星人。呢個故事真係好有趣嘅。有啲人相信呢種事，有啲人都相信月亮有兔仔。但係身為一個考古學家，如果要我信服，唔該你攞實證出嚟先啦。納斯卡理論假設出外星人真係可以透過圖騰嚟召喚，呢一個係個大膽嘅假設，係咪真嘅呢？其實喺科學界有個古老法則叫做奧卡姆剃刀，重點係咁嘅。如果某個現象你有多種可能性可以解釋，你就要相信假設最少嗰個解釋啦，因為嗰個可能先至係正確嘅答案，除非有實質證據指出佢係錯嘅，嗰個先至係啱嘅。冇證據之前，揀最簡單嗰個啦。關於納斯卡線有好多簡單嘅解釋，喬尼可認為佢係獻俾神嘅作品。佢哋將沙漠上邊嘅沙礫清理，然後製作出呢啲巨大嘅圖騰。你可以講成係迷宮嘅，呢啲圖騰呢，有時會出現啲不必要嘅曲線，可能係為咗加強圖騰嘅力量啊。好多納斯卡線嘅圖騰都有一個共通點，原本嘅圖形都會加上原生嘅線條，例如係呢一度好似深入蜂鳥體內嘅入口。喬利可認為咁樣係因為納斯卡線嘅製作者將自己視為獻俾神嘅祭品。可能納斯卡線仲有其他用途噶，但係我可以肯定係同儀式有關，我係咁認為嘅。青銅之謎仲未得到解答，呢一個有900年歷史嘅頭骨，可唔可以證明到幾百甚至幾千年前人類曾經同外星人交配過呢？返嚟三藩市，傑森艾索喺實驗室開始攞出青銅嘅 DNA。佢唔知道呢啲 DNA 係屬於人類定係外星人，而且從來未有人見過外星人 DNA 係點。經過多次嘗試，傑森終於成功取得粒線體 DNA。喺古老樣本中，通常只可以取得呢一種 DNA。呢一種粒線體 DNA 只可以揾出青銅嘅母親。檢驗結果其實喺我預料之內，我並冇太大驚喜，因為呢個頭骨出土嘅地方係喺美洲嘅西南面。青銅嘅 DNA 檢驗結果指出佢嘅母親係人類。我嘅工作係揾人類 DNA，所以喺呢種類似人類嘅頭骨上揾到人類嘅 DNA，其實一啲都唔意外。係咁，佢嘅父親呢？除非能夠成功檢驗青銅細胞核嘅 DNA， 否則洛伊德都永遠唔知答案。如果可以檢驗青銅嘅細胞核 DNA， 結果一定會顯示佢並唔係純種人類。但係亦有人認為青銅嘅父親無論係邊個都冇所謂。我唔認為呢個頭骨有任何外星人嘅血統喺入邊嘅，佢可能只係一種已知嘅畸形病變，並唔係太罕見嘅。人類法醫學家比爾羅德里蓋茲曾經見過呢一種頭骨，佢曾經喺1999年檢驗過青銅。一般人如果見到青銅嘅骸骨，肯定會俾佢嘅怪異外觀所嚇怕，甚至覺得佢好恐怖，仲會諗佢會唔會係呢個世界上嘅生物嚟呢？青銅嘅面部非常之奇特，尤其係佢嘅眼窩特別淺薄。呢一種結構嘅人點樣生存呢？雖然佢嘅眼窩係好淺，但係眼窩後半部分依然係好完整，咁就表示佢嘅視神經依然能夠提供到視力。呢個頭骨係喺成形過程中發生異變嘅，所以呢個頭骨先至會出現呢種結構性嘅眼窩。不過青銅嘅容貌仍然有好多奇特之處，首先就係形狀非常之奇特嘅頭部。對洛伊德嚟講，頭骨嘅形狀已經足以證明佢唔係純人類。佢嘅基因似乎決定咗佢頭部呢種嘅形狀。
佢係為咗作出一切所需要嘅調整，去符合呢啲顯著嘅改變。而呢一切嘅改變，我哋係喺人類身上係完全揾唔到。唔好咁快下定論。喺眼前有一個正常嘅人類頭骨，同星童頭部嘅形狀差距唔係太大。我哋喺小朋友嘅身上，經常都會見到呢種頭頂突出嘅情況噶。我哋可以見到頭頂兩邊喺呢度有稍微突出嘅情況，咁並唔係唔正常嘅。如果喺後邊睇，唔睇佢面部嘅範圍，我哋就會發現佢嘅輪廓其實同星童係非常之相似啊。所以結論仍然係見仁見智。星童嘅頭骨可能冇辦法證明到外星人同人類交配，從而改變咗人類嘅歷史。但係咁唔代表同外星人毫無關聯。人類同靈長類動物共同祖先嘅化石到而家仍然都係渺然無蹤。外星人會唔會就係我哋嘅始祖呢？更重要嘅就係人類係咪有外星人嘅血統呢？我始終都冇辦法認同呢個解釋。與其話人類同外星人交配，不如話對象係牽牛花啦。至少人類同牽牛花都係地球上面嘅生物嚟噶嘛。所以對我嚟講，所有其他嘅可能性都只係啲牽強附會嘅講法。古代太空人理論表示，外星人喺幾千年前曾經殖民地球，將人類作為奴隸，從此改咗人類歷史嘅走向。呢一種講法仍然會繼續流傳，但係關於人類嘅祖先，仍然有好多不解之謎。唔理呢一個祖先係人類定係外星人，我認為科學就係一連串改正錯誤之後所得出嚟嘅結果。而星童就足以證明呢一點，佢證明咗目前嘅科學仍然有好多需要改正嘅地方。我認為外星人仲未嚟過地球嘅，佢哋呢的確有可能存在喺呢個浩瀚嘅宇宙當中，但係目前呢仲未有證據顯示佢哋係嚟過地球嘅，而近期呢佢哋應該呢都唔會造訪。喺冇實證嘅情況下，有關幾千年前嘅傳說同埋文物，任何人都能夠提出自己嘅詮釋。喺我哋嘅內心深處，其實好清楚自己係屬於星際，我哋一定諗辦法翻去。人類一直以嚟都有種尋找超人力量嘅渴望嘅。如果你選擇相信超自然嘅神明，或者選擇相信嗰啲類似神明嘅生物，你就會相信呢啲神明會嚟拯救我哋㗎。我哋可能永遠冇辦法確認到真相，只能夠根據證據去選擇自己所相信嘅事。要推翻古代太空人嘅理論，只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外星人嚟到我哋嘅地球，然後話佢哋從來都冇嚟過呢度。你話係咪？真相就由你定奪啦。可能外星人真係有推動過人類嘅文明，甚至係干預過人類嘅遺傳，又或者呢一種講法純粹係痴人說夢。